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吗？大家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古，又到了俺老后上人大追古嘅时间，老大家报告一下，今日拄好係後上太上宮第180中上古禮好。正經非常是蒙太在暗上下，故作俺哋後上太上宮當作製作按精彩嘅節目，伴大家共下來分享，共下來分享大家嘅故事。今日老大家講報告一下，因為俺6人嘅時間拄好係熱情下天貼嘅時間，唔過為到嘅事故太一個空間，係帶點在下面，同樣嘅時間咩有測標嘅老大家隔開來，不會互相相打，哦，咩唔會相鬥相吵吼。不過老太家報告一下，今日要討論主題係名聲，你睇自家平常從細到大有分過乜嘅名聲冇？大家今日看到後生人帶點在下面，會唔會留到記到係乜嘅名聲呢？眾人分享今日後生人。首先，老太家小記到出今日只聽出愛帶點在下面嘅張發強，冇唔錯。做乜嘅聽錯係帶啲風在學咧？因為吼你一下吼雖然係解風咧，不過吼嘅室內還有限住嘅因素嘛，總得強到5聲音聽，不過嘅分事因素吼，23000人以上，一驚怕吼，那個違法吼，大家平時都有危險。哎，你這平常時間有相應錢嘿？冇，你係驚有人200-300聲音來讓你漠視係冇？唔係，韓雲剛係開始吼講嘅名吼，那今年唔是名牌，因為我本身是係名相啊，因為名牌什麼大家都知道，你還有中把票。唔係我是等下來看，佢到底哪篇強烈嘅面相吼？等下來看下。天上那個小記到阿燕子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係爸爸媽媽唔肯幫我來對象嘅燕子。第三個啦，小記到係葉蓉。大家好，我係對象對到下排射半一定解列咯。第四個啦，小記到係簡寧。大家好，我係大伯嘅對象，一下係最歡迎嘅簡寧咯。天上啦，小記到阿姐妹。大家好，我係東校市前戲堂牛熊野充皮嘅阿爺妹。嘅什麼阿爺妹？你喊白客家歌手家是有期盼嘅演唱會嘅時間，就大家眾賞什麼阿爺妹？辛苦都錢咧，冇得錢捱好嘛，反正你錢多多發唔停嘛，名聲最多，連下存到就係錢聽聽。好，最尾老家小記到係阿鐵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對神啊，對到會跳幾條舞嘅機器呢。哎呦，唔會跳舞啊？誒，我用最講嘅舞啊，都唔會，這可能看唔得。係啊，看下上嚟看。唔過家要講到從細到大，聽說有對神歌嘛，比如講，你細時節，比如講我買5566啊、喬傑利啊，一條聽說，你了解10代人，聽說看到幾條偶像劇，看過彈過幾條嘅歌，你才唱是有入會。從細到大吼，是要分過5566概念，係冇？是係排射，嘿，你不小心就爆料，俺本單愛老大家分享嘅係5米是係大家可能會吧，都係5566，用下語講5566，乜解5月發，該唔係我以為幾條家用是真經東風，唔過講出幾條出頭嘅演是為冇生意條路嘅演水咧，即係差唔多2022年嘅時節，家用是應該係國小嘅時節，家用是非常嘅風啊，因為幾條嘅團體唔單止有音樂上嘅表現，還有主持啊、唱歌啊、動作，所以真經動讚，動好幾條。不過你走的，你既然講到自己些56米嘛，走的老太下小計，了解5566到底做乜嘅？按到5566。其實當排射嘅時係啱唔啲，啱條件素描係差，大家啲係咪嘅意思麼？唔啲，只係因為53年六屆專業。乃6屆我可能會講唔錯，你真經到200，即係唱歌係冇？唱歌、主持、天然廣告、舞台劇，還有嘛？救援，他們每天就是在演的啊，以前會節目係嗎？唔係跳舞，偶像劇。OK， 所以係全方位嘅團體。完蛋了，你這樣子5、6米都按呢，跟56一定亡。總真
总得记到真紧总得梦，因为记到该用是乔杰利系动态改一家经纪公司，韩国记到但强系就是很多广告上面等等之类，记到大家团体出改专辑。痛情爱未卖，今日的有来对，你看，你啊拍世界问题的，有咧，真紧病到是公演有诶哦，是公演暗宠，系啊，挑牌的专心啲，你有听到贴心诶？小解应叫种系冇？恋爱基本嘅是大3種甜甜，唔過叫十加種，動到10個種10個種係。你一種全部就有。應該要喎。他是同你加錢，錢給就好了。天哪！我錢啊！天啊，梅蒂应该要请财发钱了。哪一句你要动保值好不好？虽然基掉你下冇动风咧，唔過咱係做得上都咧，蹦蹦，還做得保值。咱做得啦，唔過俺唔啲咱做得糖模嘅，俺冇。冇呀，上路冇機器做得糖嘅啦。有啦，CD 嘅，有到咧。真緊啦，該5、6該用時嘅歌，真緊係大家唱勢彈到睇，鼓手天才會唱到歌係冇？係當經典，該是係大家就聽會唱3、2、1。我難過的是放棄你，放棄愛，放棄的夢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好嘞，每次都5566會解散，不是沒有原因的，因為你們唱得好爛，你們害56的這個價值變很低。阿仲鼓起架床。因為俺媽該曉唱歌，所以我們趕快繼續下一題就好。不過講到真緊啊，記得蛋強嘅唱歌，他們做戲嘛，該樣是你唱誰都睇，尤其係國小5、6年生到國中時節，天才會看記得偶像劇係冇？天會看青菜公主、普世世界少年呐、海豚灣戀人呐、等等真緊動作，還有什麼 MVP 情人，會唱嘅經典，首日打禮拜。每個禮拜日是會聽從收到該電視機挑天是第個看，準時收看。就係重點。係重點。還有該樣是追風嘅，差唔多我記得係我小6嘅時節，係紫禁之巔。紫禁之巔，我唱一下係冇？有的下的夠不夠重，人家的添加不留，是你的還是朋友風雨變色。好嘞，你兩沙在那邊打架，不要打了。今天就按隔板呢哈。猛衝，要打去練武室打，買不練武室，我不能派家來打哈。我講真嘅，個56正經係你哋台人呢，從細到大肥熱嘅，會不會阿爺妹加北美，可能按到演唱會北美，跟住從細到大千款嘅偶像明星係乜嘢？我先喜歡嘅香港嘅黎明，黎錯，因為我做不能有詆毀他嘅黎明，因為因為原因就係佢。面動蟲動言道，跟住去請馬係最好嘅啊！唔係呀，冇咁樣嚇，還有聽一隻我中意係鄭伊健。冇喜歡黎明只有我哋揾鄭伊健，樣嘅因為佢面動蟲動言道，還有佢從條那麼，我冇中意鄭伊健，只係因為我好看嘛，《流星花園》，冇同我講，你哋冇看過？有啦。言承旭，因為樣啊，面動蟲動言道，就從條那麼，故說綜合以上來講，我只係單唱看外表嘅。啊，總冇外表上到動蟲啊！都對冇，當然得啦，佢冇從條那麼，呢兩係佢。好對，我冇從條那麼。哦，好對，嘅真件好對。唔過我知道嘅阿爺冇人喊擺做嘅以前嘅通貨演嘅馬啊、白馬，冇強樣。嘅駱駝啊，就青蒿。我冇辦法同佢翕偶像劇。你走得攞佢蛇面。好啦，講真嘅，今天在場唯一韓飯，讓大家少解一下阿賢姑。嘿。嗱，這樣時候應該係啲高中嘅時節，就對下叫很多小五時推，呢啲係很多富人家時推啊，阿姨時推啊，係嘛？冇啦，這樣時咪叫做千到千逢嘅歌曲啊，唱起一個劇啦，韓國舞啊，韓國講出人眼夢啊，哦，一種嘅歌曲嗬，佢加上嘅旋律非常的中毒哦，還看到佢哋啲舞台彈歌，懂 say no 之錯嘅，安尼表演嘅時候，哦，懂聲人看韓國嘛，身為一個西來人嗬。看到佢哋安尼強嘅，身材當好，韓國特別嘅歌長鞋，哦，嘅
哎呀，台电做嘢咩？看唔到嘅。我同接後來，同接電，吃過水八八點嘅，吃過八八。當然，你看到佢哋認真嘅地方啦，佢哋幾多5、6年啊，有啲很深遠嘅呀，叫人都練習神嘅神法過後，真係快出頭啊！韓國佢哋嘗試咩咩送一嘅神氣好高嘅實境嘅實境嘅一個節目，就看到哎呦，佢哋咩有一個神氣嘅一面呢？古時候就這樣子變成他們的忠實飯。哇！竟然要上去看跳舞呢？跳舞哦？唔係講唔會跳舞。蔡家幹有上來看，有上來看過來跳舞哦！來。哎，我唱嘅歌誒，唔可以唱嚟車下唱。No no， 巴扎巴扎努力不休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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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嘎扎嘎扎努啦啦噜，哦哦哦哦哦 ，No 家里猫咪帶呀，嘰嘰嘰嘰嘰，叫着努比哦耶，叫門嘅咿哦耶。我看伊嘛，該時間停啦。該演那個曲係咪摸埋強人啊？你睇下，即係我講後底根本有掛嘴嘅咩啦？我就吃到佢嘛，該時間會吃到自己會感激，好吃到自己會尿笑，才會停下來。唔過我吃到唔過掠下個跳下去，我嘅小觀眾會轉台啦。嘅小50台嘅 fans 吼，會打電話來，發個電視台罵，如果罵車講2萬元，來跳嘅罵嘅東西，哦，千萬唔好安尼講。加油講到阿認真嘛，嘅從細到睇無分過罵嘅名聲，冇錯，總共不有1、2、3嘅。有哦有哦，行係有啦。唔講我說哈，我先來前情提要一下，要同我爸爸媽媽是要章回小說了嗎？然後同大家哈，尤其係你天司機頭前給爸爸媽媽講一下，你會上前，你自細就會同佢新年講一句話，做唔得對神咧就係嗰種溜飄子去同嘅，溜飄子，按洋蔥，做乜嘅咧？因為對神一發錢咩，我4台錢嘛個演充費啦，買乜個 CD 啦，嘿呐，假使唔肯揾佢去，阿妹話啊，叫到愛是親自管係大快鐵。古時我爸爸媽媽從細就按嚟同我講哦，做唔得去嘅對神不得不起，冇禮貌，冇教育，冇才華，嘿。啊，咁樣嘅咧，我韓式嘅時間有學嘅跳舞咩？啊，古時我媽媽吼就一直同我講，有一個舞蹈家懂厲害，懂讚，大概有個報紙啊就拿本來看，有幾個表演就同我推薦，慢慢的咧我就耳濡目染，被我媽媽洗腦了。之後講佢懂厲害，阿妹就講，你漢白咩同佢強用跳舞跳到國際大風氣，嘿，按你當做得穿太淺，所以我小時候呢確實有追了一位舞蹈家許芳宜，舞棍阿伯，你寫下個，你寫下個，恰。我對嘅係瑪莎格蘭姆傳人 ，Contraction 許芳宜，好不好？你關裡面有中醫呢，迪蒙呢？講真嘅，當時因為會分那種藝術家、舞蹈家，觀眾朋友們想看從細到大有分過嘛個名聲嘛，你下敢係敢中醫佢咧？韓國唔啲嘅，你嘅韓飯地位有青島嘅名字，你多帶嚟嘅名字代表嘛個意思？下一段節目再來繼續來大家聽下來分享了。我的第2名了哈，台哥已經過前去探過嘛，這個那個叫什麼歌那個森林之王，有，這個牛兄都講唔出來，用安永平哦，因為第幾名啊？身為王仁甫是你的本命。廣東應該是台式咧，因為該用西遷你報個前幾年該時節叫做盤染重複嘅時節，應該是動物漢時。假 Q 啦，緊緊。歡迎大家多咗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你上一段節目是問大家從細到大有分過那條名聲嘛？唔過講正經，一開始就講到白劇嘛，講自家係一粒色，唔過總用翻講應該係會有1、2、3係正經有分過嘅名聲係嘛？好啦，講正經啦，因為我對個聲啊，提人名聽出係白劇嘛嘅設計嘛吼，我提名未有人啊，我從歐巴自家對設計，擁有愛自戀嘅人，我的第2名了哈，台哥已經過前去探過嘛，這個那個叫什麼歌那個森林之王，有，這個牛兄都講唔出來，用安永平哦，因為第幾名啊？林宥嘉啦，星光大道林宥嘉，因為台哥
其实吼，我本来是冇买种耳机啦吼，不过后来大家接老人讲，白欠你送到当场恁就假咧，我紧看，哎呦，是真强哦！买要我人做嘛讲，咱人讲，伊妈个世界最强，那凤嘴赖到了不个世界最强。你拜拜了哦！后来我发现，那木咪毛那个手指头最强。手指头，那你们看到数字公益啊？你那个强嘛，有2条木咪毛嘛，有2条木柱嘛，一只屁股嘛，木柱啊、屁股啊，嘴啊、春秋啊，真强壮。你跟他长得好像。跟那阿健姑嘛强壮啊！係啊，冇嘛強人嘅信個部分幾下跳。我講真嘅，後擺有中意，不過你一下做乜嘅冇中意咧？哦，好啦，第三名嘅部分，因為後來吼，恁就家係咪有攞個電子機大強下？電子機嘛，香港鐵肺歌后，有冇？不是電子琴，不是，那個 keyboard 啦吼。電子機哈，佢後來吼雖然有攞機大強下，不過後來又分手咧。有攞機木聽，但我後來愛的是鄧紫棋，所以呢我就不能愛那個林宥嘉。從魔法圖並存啊，你知嗎？你講真嘅，來到呢位吼，你天二團老太太加有講到吼，你在韓團裡面有眾多嘅專有名詞吼。你來看一下，等一下睇下你咪做在看到，你有眾多嘅專有名詞，眾多飯、眾多盤，係乜嘅盤哈？你像以前，讓大家少改一下。哦，一下重新講到一片，大家可能要杜氏謠嘅啦，吼。什麼翻？空有翻油嘛？有孔翻冇？空有翻，孔翻。不過都孔翻就是狂翻，就講13年後那種不恐點呢？那個我們來看一下狂翻，就係瘋狂追星的粉絲。就係咁啊！其實大家就差唔多啦，揀人咩空用啊？我應該係仲白劇，未算哦。基本上係另外一種點點空空。好，唔過講下白劇吼，有一個就係也講到係突翻呢。幹嘛？因為唔中意那個林宥嘉嘅事啫喎，就係因為吼那個獻出離開七屆那個名聲呢，就按你脱離嘅，做很多突翻。再來咧，那個私生飯，他有團隊係嘛？用私生子兩個人真的在一起了，然後就是生了一個私生子，私生飯。這樣都私生飯，都唔錯。私生飯那個哦，就看很多樣，去對那個偶像的時代啦。Suki 啊，我是被窺探的好嗎？再來那個熒幕飯啊，熒幕飯最講幾毛，乜嘅煙豪嘅那個很多直接的落去看佢的演唱會啊，還有買佢的，看數據看如何誒，他上前，白看懂是吧？再來啊，你那個韓國團體地位啊，有個那個很多乜嘅，忙呢，一個做唔到用黑發音喎，你音出嚟就冇嘅咧。我呢，韓文的諧音啊，就是照着講，忙內嘅意思就係講一團體地位最細嘅咧嘅咧團員。周子瑜有上嘅，錯，周子瑜，嘅呢個一個字哦，鄭志怡唔係哦，唔係，最後一個本命係乜嘢哦？但係個本命可能太改是為衛生呢？安太歲的，唔係啦，用我有關係。那本命哦，從喺機器地下街啦。機器呢，還有一個生死推地位嘅其中一成人都起顯徐玄呐，徐玄呢就係機器呢嘅本命。最團體地位最後一個啦，從喺那個你用吼最後嘅王仁甫，係王仁甫最贏本命。係個意思。什麼機器先生，大部分大家佢按到韓國飯嘅送到送到哈，凍包。咁啲安布拉有寫包冇寫包咧，還做在寫笑牙哈。不過講真嘅，大家有講到那個本命，還有看那個熒幕飯嘛，熒幕飯就看到你用書記啊，用天使啊，冇設置到冉重輝。不過講真嘅，睇下有參加過自家偶像嘅冉重輝冇？立榮。愛吼愛。倆聲音提一擺去參加冉重輝，是係去
苏打绿。好，你家讲假的咩？全家讲抱歉，唔係真講到王仁甫係人本名。冇錯啊，跟準是很有。我是係熒幕飯啊，看之後咧，唔是吃假皮好冇？所以我去看個蘇打綠是因為我各種個好朋友當好記到，直到天氣強下去咧，所以是賣咧4500。我怎麼講不出來？太貴了，4500Q 的門票，唔過通起來當貴，唔過咧，因為清風，因為清風實在係口才當好笑，韓國記得個音樂個編制非常好，所以應該是到 CP 值當高，韓起來聽一排哦。等一下，估算你罰咧4500，嘿，乘以2，乘以2，脱口秀不是去看演唱會就對了，一起一起都用大概錢，因為看買一種門票就得看演唱會，嘛就得看個 talk show，你只有當要算的貨嘅感覺。CP 值當高啦，唔講我後來啊是當好嘅金曲歌后徐佳瑩，大家咪啲去唱歌當好堂，所以應該是起到愛湊啲冉冉嘅堂去唱歌嘅時候，唔是啲挑戰街很嗨的在邊喊，所以應該是賣下帶個門票錢咧，冇賣昂貴咧。不過講正經啦，5566了下吼，雖然就是單飛解散，不過前一日報告記得有合體，該用心以正經有一款嗎？身為王仁甫是你的本命。廣東愛是拍攝咧，因為該用時前你報告前幾年個時間叫做盤染重複個時間，愛是動無限是無。假 Q 啦！正經強無限咧，不過講正經哪個阿嘉呢？頭擺有看過染重複嗎？我14年咧，但係看過一場演唱會。跟住係嘅排寫，跟 Super Junior 嘅演唱會啊！哎，嗰樣是清風誒。係啊，你還扮做黑 boy 咧？因為跳啊，然後講因為嘅有想法，我做較好啲嘅 VM，我上來47000元。別下貴。對，你看可以白天的，比人家便宜嘛。你這個7000塊，我也只敢看一次，看不起聽一百。唔講咧，我驗過後咧，喺本嘅校園費下到，因為佢有搭3年都有拿個平板，有嘛？散狗字，你每句都散狗，都是會有4個平板，唔係啊，那個平板佢當個會有個色，會黃色，還有個絲，個校園費費中咧就會給我條錢。如果我睇下5、6、7、8，我就咻啊，就最新嘅變化。當車呢，睇下係咪傾下係，佢慢嘢愛你最真嘅。錯，你係真啦啦隊，會推單更加精彩呢。不過講正經，因為大家都知嘛，你去看那個韓國嘅咧明星嗰個時節，正經你看咧台下嘅表演，就得講係表演哦。比台但哈那精彩，哈那什麼，不過講到咧吼，熱顯就啲嘛，看到那個韓團。係，因為即係講到係體重嘅演唱會，就係15時推啊。呢種時落去就從感染空用，講嘅空用，腿當老腿下真是互相較勁嘅哦。然後腿當在衝過下，或者間奏嘅時間還要應援哦。咁我嘅15時推慢捱，可以按嚟去吼。還個最後尾，你那個啲台灣呢，最後尾一場啊，有這叫做安口場或最終場嘅時候，會變得一個感動嘅一個橋段。所以最後一條歌嘅最後面一衝啊下去，特別拋彩帶，對吧？哇！佢真嘅啲彩帶係動獎哦，因現場嘅啲小時睇到台燈看下去，哦，動感通嘅目測就流下來嘅。其實這一套會表熟。等一下要手提那個麻煩啦。咁啊，講正經，去看那個韓國嘅偶像嘅戲，因為知道真的是一場。視覺、聽覺的全方位享受，會其中真勁動站對哈。不過假如講到該發起前嘅該認真，應該還有看過演唱會。冇唔錯啊，有一擺哦，我周四拄好就有一隻機會吼，帶安利去下落去陳升的演唱會。哎呦，羨慕嘅卵吼，係慢人來唱歌嘅啦，演唱會躺起來就懂嗨咩？哦呦，哎呦，結果我就去現場，大班都講，很興奮哦，還帶喉糖啊，開演唱會還帶喉糖啊！你講這個會失常。我給你咧，因為陳升所以起來咩係你懂經典嘅一個故事咧啦吼，也是董子成。鼓手幾個 fans 咧，沒董子成，就正當我想哇的時候，你看到嘎嘎嘅阿公，所以咧，佢就講哦，
吼，我在台上要吵到去啊，鼓手墙头对面的，我给上上嘿，结果实际上嘿。呀，有点像那个猴子复健运动的哦。唔过我会讲啦，一条 fans 咧，其实内心是很澎湃的。嘿，有流梦之后做懂感通。唔过我一表咧冇拍到，但差呢。新冠度懂澎湃，我一表懂吃菜。嘿，那个喉糖系松本隔壁嘅阿婆食啦，係完全想唔到。唔好講真嘅啦，你從細到大可能咩有人去看過演唱會，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你從細到大有看過乜嘅人嘅演唱會嘛？下一段節目再嚟，而且搶到國際行嘅太明星，老大家見面咯，等下再嚟，老大家叫下來分享。這種時候，咱偶像王力宏就來到苗栗，面冲冲嘛，面冲冲，面冲冲，咩冲冲嘅王力宏就來到苗栗，我就去排隊拿架 CD 去本佢簽名。等下跟你去甲鬼巴吐。唔係，你看一簽名，一筆紙我一下名，還要加亂塗。你講到安尼，王力宏喊出來好嗎？可以許多兩下是老大家強調一件事情，就係我從來唔說對象啊，因為我本身是係熱烈，好嘞，熱烈，熱烈，熱烈，聽喂。歡迎大家到咗嚟《後生太上宮》嘅節目現場，呢下眾上歡迎國際明星入場。請收邊嘅朋友，做收邊嘅朋友，大姐，你今日要講韓國嘅明星哦。我唱了咯，我唱了咯。我係馬上，我就係大家全動中意嘅中八強啦。中八強，因為係你，唔係我大家預算高橋啊。因為老張都唔係韓國來係冇，你係有啦，我咪講韓文啊，감사합니다。還有乜嘅？薩瓦迪卡，呢個係泰國吧？你嗌歐巴，點解大家半單當期待看到歐巴，結果一拿他人嘅目鏡，我就係啊。你嗌歐巴啦，有啦，有唱吧。木鏡行係帶進以後咧。好咧，哎呀，他演到，看唔到這個面他演到。不過講到歐巴嘅對勝呢一種事情嗬，前幾年可能有啲人就有談過。蔡昌吼阿爺妹頭擺咩仲做過同歐巴嘅對勝嘅事情。我唔係歐巴，我係董承前，我係董承前，我同大家講，我印象董承嘅就係頭擺啊，我差唔多細時節哦，嘅唱片近期動開時，苗栗有2-3家嘅唱片哦，嘅樣時候，我偶像王力宏就來到苗栗，面冲冲啊，面冲冲，面冲冲，咩冲冲嘅。王力宏就來到苗栗，我就去排隊拿架 CD 去本佢簽名。等下跟你去甲鬼巴吐。唔係，你看一簽名，一筆紙我一下名，還要加亂塗。你講到安尼，王力宏喊出來好嗎？啊，仲碰下啲咧，你一下會風險嘛，會噴酒精啊，然後出來，哎呦，出來就全部都冇，做唔得，做唔得。我還要同佢握手，佢說啊，你一定要名過王力宏冇，就嗌名過。哦，佢說佢用時哦，佢簽名，還抬頭看我一眼，就係一隻目神，就係佢目神按陳情就係。我第一期做嘛會安尼看你，我想講，你有冇親眼幫你看得到呢？係啦，因為我係後生小妹妹，對，未成年小妹妹。我不知道，我冇車底。歪掉。目神就懂咗老眼身體用誒，我係懂本意，不過一下很困擾，因為我嘅用是買動到加 CD。我一下唔知用嘅曬。順豐係送本嘢，唔係，送。寫咩捱爭扣你，寫得係唔係。你中途拿冇？我講真嘅啦，佢今年頭擺有談過，也係講自己沒有做過那種動電動狂嘅對勝那種事情。我最近總算又終於上映，超過1張嘢。容易。因為咧，大家動到細妹唔可以講，哦，嘅乜嘢名聲，去亞路講，你私下就不掂嘅，唔夠100。我你去甲不點？冇錯，真嘅有一種想法，
韩讲咧，伊头摆咧去做舞台开，但就像我人海汹涌的啲嘛，伊同我送一只舞台开演唱会用到的东西，就是呀，绷帶，要做咧用嘅腰骨唔好啊，用啊，皮度用啊，同到舞台开演会比呀咋去表演。韩讲咧，人下架一名，一係嗌一名啦。哦，人係下架一名咯，人係強用嘅情侶買袋，係錯。哎，有一點咧，咩有下面嘅，我跟你嘅情侶買袋啊，嗌藍色啊，冇強用。然後就送門嘅醫療嘅經紀公司，幫佢呢。嘅名聲就破運，熟到誒，有動到嘅電路，佢就講安置誰安尼，就有一隻係硬嘅壓雜電路，耶，是被埋在這些。冇啦，有啲條件要細安尼啊，要俾我條錢。不過前幾冇上到家呢，咪去做安用天嘅事情，就100天啦。哦，幾日下係有變進來冇？一下有一些。冇乜嘅感覺，擺台來機會請下一隻，這電視機頭前假使你喺做名聲，你請較注意到，較生意到嘅，嘅阿家人會送你當定鏡嘅。嘅腰骨唔好做嚟燙嘅。你喺做事衰。我講真嘅，嘅白劇，你有談過一講，因為係對線那種事情，應該唔會啊，因為按上強嘅人係冇。我唱。開始到倆下是老大家強調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從來唔說對象啊，因為我本身是係熱倆，好啦，熱倆，跳誒，樣啊！我看我倆下配到安樣嘅哦，我頭擺咪係一隻小鮮肉呢。因為我當年小肥肉嘛，當年吼，當年我就去中國錄節目嘅時節，你知嘛？嗰節目吼，有100萬粉絲以上誒，嗰地位度、嗰討論度最高嘅係嘛啥？就是中白橋，我還有粉絲咧哦，嗰粉絲都厲害，又叫從個煮的那個粉絲粉資深飯啊，嗰地位度吼，要3到4聲音吼，係打攝吼出，因為我打攝出嚟背到冇強龍嘅線哦，佢3、4聲音哦，係強下背嘅。啊，外地咧，公眾人員衝唔係啦，因為我嚟做事，係咪送飯俾唔識啊？你帶到某個飯店哦，他們就訂哪個飯店，要賭我們就對了。大家按布條吼，佢停出嚟堂堂，我老幾個晚安，今天辛苦你們了。佢講咗啲是水態咧。外地咧，應該笑什麼？應該係 FBI 啦，我當你有照應來真緊啊！我想話你嘛個選嘛個，佢出賣個財體嘅東西不愛，因為佢啲我係從台灣過去嘅。你們會寂寞。係有啊。還能覺得喺懂什麼？我哋下配到安用呢嚇，條媽媽咪少少的，所以冇咧啦。不過正經講出來吼，就係家可能咪唔會相信白camp，正經頭擺有私生飯，不過正經大家可以看見面數，頭擺嘅相片。還萌，還會走的了，還會走的，不像現在變古老肉，回鍋肉，你們廢肉了，老皮嫩肉。給阿燕子，你曾經有做過那種點控，人家看你就應該唔會，如果你假使做，唔會本人媽媽罵嘿。冇錯啊，韓式嘅教育就會同人講，做唔得對生，做唔得花錢對生，故所咧，我就冇按你嘅機會啦。不過我妹妹一前哦，佢本來有一個青春回憶，故所佢妹會鼓勵我吼去追那種不用錢的星啦。對啊，還要機票錢啊，而且還會讓你省錢，因為看到他就飽了。50盤。好啦，講認真嘅，我妹當然愛挨對嗰種好嘅，唔好嘅做唔得對咩？係嗰種時我妹就啲報紙當紅看到嘅許芳宜的新聞，當個就講啊，佢一下去動到嘅各種來搞太自家跳舞，還個要分享自家嘅人生故事，有很勵志啊！我就想講，哇，跟我妹喺跳舞班，跟我妹做得有唱起來呢。我要照去同人哋學校嘅主任講，主任啊，我做得吼有唱嘅許芳宜來人哋學校來分享喎。個主任就講，喲，許芳宜乜3年啊？唔啲呢，只有講吼我太天真咧，一聽到動花錢，佢就起錢來咧。
我就懂采购咩？我做到我卡过后就下新的本徐芳语，我就讲，我迄苗栗个西阿妹，我要当迄份跳舞哦。唔过啊吼，你好教无按那个医生做的有抢呢，还会讲你那片有口长啊，做得落去什么？结果。有鼻音来呢，原来助理回的啦。小编，你给罐头讯息。没有，他回的不是一个眼神，他回一长串话。结果你知道讲吼，我真是迄个懂勇敢的小阿妹，你知道我按那个心嘞，懂大家同大家分享。他不止回应我，还把我的故事写在他的部落格上面跟大家分享。我这种要逼啊嘛个拿嘛个 CD 去抢命，还卡有给单呢。立荣来分享俺自家有做过乜个电控对象嘅事情吗？其实我对象无嘛个电控嘅事情，因为我是都系嗰种默默点伫背后看机的时候，是个荧幕范。不过每日日白我就去参加抢免费，是系王心凌来都主动改时间。唔系王仁甫系啊，王心凌。都是王峰从566嘿，咩啦？咩啊？佢強龍全上網強龍。都做的，越講嘢唔是本案清楚。佢該用是係調節你嘅團隊，你背度嘅，所以就會講伊講嘢咩？你講嘢係大家強下來好，所以應該是參加佢嘅簽名會啲，主動為你見嘅從偏方，應該是聽我朋友強下去拍嚟是動強啊，韓國拍到咧，應該是看到哦，因為安將咯，韓老機我所嘅世界是看到佢，是到佢講，我可以見你，我可以見你，底下總得要保持社交距離，是總因為安將咯，唔係變態，唔係真嘅唔係，因為底下我遲到動到嘅。很電空嘅係冇電空嘅電空嘅對象，怎麼一講不好？電空嘅對象。電空嘅對象。I repeat after me. OK。電空嘅對象錯。古宋南美就有講啊，對神唔好咩，對到錯咧。係因為底下動到嘅小朋友冇是學校上嘅因為對嘅韓國嘅想。香港美如糖果動誇張嘅案例，是係假使講有都有粉絲送而沙面相去送幾個東西，從嘉寧強榮，其他嘅粉絲就會圍剿佢，嘛佢講用做得按用意嘛解。香港冇是係個私生飯，是係假使講唔知幾多對內片那度個面相嘅手機。是為啲個直播嘅時節，試看啊打天吧，係唔係正經係幾個手機？唔過我知道安用運動定影講嘅，因為做到安用。嘅韓國米嘅以前，你會做按哪個事情？唔會做按哪個事情？唔係。當去韓國。要比起韓國去看演唱會，唔過做看演唱會聽，唔過真嘅唔可以唱係，其實粉絲之間哦，都會有一個呼籲嘛，所以講，吃蔥，唔好講呢種對菜啦，呀講呢下嘅幾重嚟去夾機啊，其實就會懂一下呢件事情。韓國有啲會真嘅對到嘅片去，韓國對高速公路安尼，哇，追逐啊，哇，呢個懂危險啦，其實係像最後嘅用完係對神哦，就會買幾多嘅周邊商品，韓國嘅專心，也做最好啊！再來一個就係入到一個現場來去支持佢哋，看佢哋嘅演唱會啦。冇錯，今天搶台下所有嘅粉絲幾個詞重，我們現場做自重做得最好就是博謙，看他體重就知道哈。欠上去了冇錯。不過台下對勝嘅時節，家要講到一天會賣那個周邊商品，你後生嘅到底賣嘅哪啲嘅周邊商品呢？等下將來繼續到台下來分享了。我聽說買夾 T-shirt，你喺蓋世英雄幾種關係？蓋世英雄跟功夫拳有沒有？鑽石圈很脆。係啊，已經完全冇中，完全冇射。冇射我吃着聽故事冇射。懵誒！你拜託，你朋友看到嘛？留下來。歡迎大家到轉來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加入問大家在講，為到對神有做過哪條點控嘅事情。不過你就提嘛，我對一個社唔單止會賣佢哋嘅 CD 啊作品，還個有千多嘅周邊商品來去支持佢哋。阿賢，先來紹介一下你對小50台買的那條東西好冇？好，先來看到一個吼。
当然你讲买遐个钻石要送遐绘布啊，你看哦，地毯，嘿，没，遐绘布你看俺讲去欧洲哦。还用那根塑胶推啊，总更阿迪啦，强迫一个洞的时候可以贴，塑胶推安尼还可以防水。没啦，啊呀个吼，就是你看，真嘅我深眼的呀，看下按用报纸都按好。那种回波洞又加起，怎么改？因为俩哈不是这9个人了。呀冇叫晒吼，俩系8杀，个再来啦，刚刚嚟讲咱卖钻石嘛，到之前咧本命系慈弦，徐玄咧供应咧 solo 嘅钻石，哦，嗰下嘅包装较贴片咧用饼干咧下嘅盒诶，安尼装，装进去嘅。个再来，大富翁游戏，没，会有 CD 嘅啊，会有 CD， 错，个还有吼，真叫后悔了，太个混用，很久诶，懂，亚嘅用玩意，原子小金手口杯，唔系，因为我高中嘅专业嘛，系好下技术咧，亚嘅系徐玄起弦嘅剪影哦，然后给喷上去，有冇？你用喷砂，讲转，紧转哦。会不会有起弦的呀？显示个名诶，同腔样，嘿，同埋同样，古说我讲很多本命啊，错，懂得去甲做诶啊，冇杯买唔到诶哦，爱买冇，好，我最后啦，要这样，很多手灯，演唱会手灯，其实最荧光棒，你看。转过来，会错哦，停等，买到懂鸡，贝，有冇？好嘞，很难共鸣呢。唔过下去就去搞要吃到动感机咧。唔系，好，你继续跳。我讲真嘅，买按到东西，真嘅要吃到，头摆到了下行嘅继续来支持头摆，头摆真嘅来支持两个粉，两个名声，会吃到，真的还好有支持他，自己也有过这一段很青春的回忆嘛，抢出那回忆给阿师爷，你为到了的名声，你作为那条抢春回忆嘅推家。加讲有手机用 CD 嘅迄基本诶吼，头摆吼，大家一天要去运气店那个护贝卡，一张10块钱的差，就差不多点买得到啊。我差不多点无阿高级的东西。我老唔讲，我后嘅差不多点去买。真嘅。我当去运气店，还有唔讲我也唔知得到哪，木到哪我完全唔知。唔过我还留深年王力宏吼，91年哦，出个周边商品，我听说那夹 T 恤。你还盖世英雄给种盖世英雄跟功夫拳有没有？钻石圈很菜。你看完全没做，完全没色。吃着天天顾着没色。哎呦，你拜托。力宏有看到吗？厉害。该老一个，就算力宏有看到，基本唔会反应，佢要知道按电影讲，该当红唔知有乜个树鸟剑、树环。有专杀鸟，专杀，吼，古说也动有纪念卡册，给勇士动枪，来太后时间买800也系前版。哇！凉哦，新本子已经把 Q 听听的。唔系啊，动有加在佢寄来本来嘅，还要。要买几本？几本呢？只要基本啊，还有啊，中意蔡依林，还给勇士去参加演唱会。哦，cái thôi嘅，我买之後其實當消費，香港有冇多買幾張？因為我不用加年嘅哦，你看，一材質都沒有掉漆呢。真嘅，你金光質量都了哈，我冇做俾長到俾黑起。你金娜娜，我說一天菜嘛，含油，呀吼，衝下來。唔講唔記得，但我都冇試。有的，其實有試啊，要生面呢，我當下還有下蔡依林。你去偷警察的。你看我有幾多熒光棒？你剪頭那冇理髮廳。佢動適用哦，佢一下變種。我不卡卡是挺天，阿公哈就老買熒光棒。這要跟這運動後呢，要這樣。來，這樣。哦，兩個冇什麼。骨頭棒，還沒做定呢。阿公就會拿來用啫，挺天啊，招奶，不過一唔係浪費錢的。你最後啦，你最後你還看得到，講按鈕。洗澡。
鸟的可能看唔到，40强下。拜托，你买一支嘅天拱是做得嘞。上讲有动有加车，唔会打爽。好啦，好啊，给阿英真吼，给小芝阿姨看到会不会在用上？那个阿姨好冇？对，后背嘅张系阿姨好，阿姨有钱嘅。放梅送梅啦。唔好像阿梅咧，董演啦吼，要这个恩威并施。虽然佢讲，我专门在对神哦，唔过咧佢就会讲许芳宜很棒，但是呢，对神董演会买到的东西，像有要给纪念给加成诶，我就有买几个书啦，我有买他的书，底部就下到给人生嘅故事很励志，心情好就会看一下。我讲真嘅啊，这讲要他嘅 fans 啊。动厉害呢！唔单唱我会买一条周边商品啊，内面有看到董因为切家来杀件呢，哎呦，像乜嘅饼嘅啦，吼，像乜嘅铜嘅啦，各式各样，陈一波的意思行嗰种帆布台咩，咩有董嘅 fans 会杀嘅，韩国啊，唔单唱哦，迄切家杀嘅，还会送哦，假使啊，吼，唔对来到一个表演嘅现场，演唱会嘅现场，你就请到哟记，你就走去同佢讲。我最好慢你注意沾到，佢就会送你一本，有啲充满个结缘品，像佛经的概念呢，结缘品，你可以分同呀去。结果我填一个鸟上来宣传啦，吼，培养大家向下来气氛起来呢，嘿，动厉害。隔壁个不知道係咪應該 fans 這個入入，我其實係東應該 fans 啦。你有買過個周邊商品嗎？我已經買過個周邊商品，因為我平常是美貌買個髮型，我講買周邊商品。CD 不算嗎？不算，基本佢講嘅係錯。所以我已經買過個是係蘇打綠個台哦。那請問王仁甫在哪裡？冇啊，喺那邊有玩過咧。哎呦，我講真嘅，你還有對象嗎？你一下是係點點的佇毛背，冇是佇後背看記到，因為我知道你是係對記到是一個幫助，是係對follow記到個戲劇，冇是買記到個專輯，冇是看記到個演出，你係最實際個記取記到個事情，我知道。家有請到阿姨、爸妹。阿伯婆，我講一下，你知道對象對我嘅人生有咩改變嗎？我冇按落啦，我想顧唔係顧動啦，我顧動唔係啦，唔講人家下你，但唱係可以下引導各位睇一下吼，就冇你啦。可以嗎？剛剛那是什麼？跟他解釋一下。唔會有乜奇怪想法，咪唔會想去做其他朋友啊，都冇啦，冇按你嘅想法。唔講咧，喺咁幾日就嚟到台灣表演咯，係會買當貴嘅票去看，因為我哋係做表演嘅，希望睇自家做得事前來看表演安尼。將來我問安尼白強，你未來還會想講我嘅對象嗎？除咗你以外，你去問來，我頭擺唔會對象。我掠下唔會對象，坦白咧，我未來咪唔會對象，因為我本身是係熱掠手把槍。梗係唔係啊？用本身是係熱掠面相。我知道吼，所有觀眾朋友們啲，安尼個白強是安尼後上台上講嘅手把槍，千萬唔好本去第幾歲睇啦吼，我記得就算唔管你係對馬殺，我對嘅是係下晝禮拜，強者是嘅我繼續來收看安尼個後上台上講，有法太假講，上來了，拜拜。我要遠遠的跟大家，不行，不能握手，隔空握手，好，謝謝，謝謝，好，金門台的噶，金門台的噶，謝謝所有的屏幕粉，屏幕粉，會唔會跟再數碼嘅？會唔會？